你敢有听过房市骗局？因讲我哦，投资诈欺啦。要毋过我毋是看哦，伫咧真正甲人起卡同手的老麻呢。我进前哦是硕士毕业的上班族。啊，你著真正遮尔想要甲恁母的厝买人？我是真正哦，足无想要讲看到迄间厝啊。若毋是因为迄间厝，我的人生嘛袂变甲亲像即马安尼。母啊，你赶紧开门好无啦？你甲你后生斗相共好无？我讲过啊，即摆投资是我欢喜的机会，我一定会成功的啦！母啊，既然你唔肯跟我斗相共哦，那这个厝哦，我收唔收转来哦，拢无意义啊啦！后来，陈家勇甲朋友借钱投资，确实嘛有做头家。啊，毋过伊大心肝，钱转袂过来。陈妈妈无想要互伊甲厝摕去抵押，我囝就毙命啊。陈家勇去互告诈欺，坐监3冬外。这3冬，伊拢无爱互陈妈妈去面会。落尾，阁收到陈妈妈的消息，就是伊过身啊。